以銀髮、經濟、健康生活為主題嘅2026粵澳名優商品展，將於本週四起，一連4日喺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 A 館舉行。展館內各項籌備工作正緊鑼密鼓推進。參展商希望透過展會拓寬銷路，加深粵澳市場之間嘅合作聯繫。我們是希望通過這個一站式的這麼一個參展能夠跟那個社區的養老的用戶、政府採購，還有渠道供應商建立一個深度的合作關係，同時也跟 C 端的客戶有一個深度的交流。咁今次嚟嘅係有成60幾個企業，咁對比咧上年係唔夠20個企業，上年嘅面積比今年細1倍有多。咁即係喺通過上年之後咧，同澳門方咧就加強咗好多嘅溝通。未來咧，我哋仲會加強把呢啲專業嘅產品去融入喺社會，特別係喺解決咗喺居家老年人生活呢方面咧落多啲功夫。就係因為通過呢個展之後咧，佢哋就覺得嗰個澳門嘅市場其實係好大嘅。我哋都想多啲更加有品質嘅一啲餐飲嘅或者一個食品廠啦，帶入澳門。我哋舊年咧，其實差唔多有10萬人啦。咁我哋嗰個巴倫蛋糕咧，就限購每日200個，都係即刻清空嘅。所以咧，我覺得今年應該會超過10萬人嘅，係啦。本屆展會規模創18年來新高，展館總面積近13000平方米，匯聚459家參展商，逾萬款海內外名優產品。展期將同步舉辦逾80場配套活動。